Just 点嘞，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3月23号，公元2017年4月28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外交与新闻部发行关于失踪班禅喇嘛的10件事实专题视频；美国国会代表团向印度总理莫迪提出西藏问题。访问达兰萨拉的美国国会代表团在华盛顿重申将支持西藏问题。欧洲地区支持西藏问题会议在拉脱维亚首都举行。藏人行政中央驻外办事处的最新消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第11世班禅喇嘛更登确锦尼玛失踪22周年纪念日之际，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于本周三5月17号当天发行一部有关班禅喇嘛的10件事实为主题的4分钟专题视频。该视频是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对印度国会全国发言人、印度国民议会议员、律师兼作者阿布什克辛维博士进行独家采访后，揭露有关失踪班禅喇嘛的10件事实，即中共政府继续绑架第11世班禅喇嘛的5件事，以及中共政府应该知道的5件事，围绕该10件事进行制作。Clearly, this is a major invasion of the fundamental spiritual and religious rights of the Tibetan people. But more than that, it also shows how harsh, how cruel, how dictatorial, and how unrepentant and unrelenting the Chinese have been in their approach not only to the plateau of Tibet, but to all the spiritual and religious rights associated with that movement. 1995年5月14号，年仅6岁的更登确锦尼玛被达赖喇嘛尊者认定为第10世班禅额尔德尼确锦坚参大师转世。3天后，即1995年5月17号，他和家人一起遭到中共当局带离后失踪，至今他们的下落外界依然无法获知。同时，班禅更登确锦尼玛也成为世界上服刑时间最长、年龄最小、身份最特殊的政治犯之一。此外，本周二5月16号，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代表欧洲多杰和联合国宣传官员达瓦次臣向联合国专家委员会提出有关班禅喇嘛失踪案，同时对被强迫和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也进行了报告。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外交处秘书长达波索南诺布表示，中国政府的简单化和掩掩盖盖的陈述，使班禅失踪案更蒙上了一层神秘和猜疑的色彩。这种表述只能说明在辩护中共领导人而已。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新闻处秘书长夏林达珍表示，虽然全球各国对班禅更登确锦尼玛的下落和释放做出了努力，但遗憾的是，中共当局却至今仍然瞒混过关。所以，志同道合的各国政府现在应该加大力度，让中国政府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要公开班禅更登确锦尼玛的真实处境。与此同时，5月11号，由众议院民主党领导人南希·佩洛西率领的美国国会高级代表团结束对达兰萨拉的参访行程后，在首都新德里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进行了会晤，并提出了有关西藏问题。南希·佩洛西为首的美国国会高级代表团在当天的会晤中，代表藏人感谢了印度政府和人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流亡藏人的慷慨援助。由南希·佩洛西带领的国会高级代表团访问尼泊尔和印度达兰萨拉等地后返回美国。本周一5月15号，该代表团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国会大厦举行新闻发布会，重申将支持达赖喇嘛尊者维护西藏传统宗教文化和人权。民主党领导人南希·佩洛西表示，我们首要关切的问题是中国政府对西藏文化、语言和宗教信仰的破坏，以及给西藏人民带来的
的种种危机。访问达兰萨拉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感受到了流亡藏人的心声，特别是在达兰萨拉看到了西藏孩子们眼中的期待。佩洛西表示，西藏问题是对世界良知的挑战。代表埃略特·恩格尔表示，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就是中国政府应该把达赖喇嘛转世问题的决定权交给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人民。中共不应该强加一个木偶，并声称这是达赖喇嘛的继承人。这是宗教问题，而不是国家事务。他还表示，西藏人民一定要保留好自己民族独特的宗教文化传统，这不需要担心受怕。如果你和他们待在一起时，你就会意识到西藏人与来自北京的中国人有天壤之别。代表吉姆·麦戈文表示，我们相信达赖喇嘛尊者和流亡藏人将有机会能回到自己的家园，并通过达赖喇嘛尊者倡导的中间道路政策，能够在宗教、文化、语言等方面得到自主自立。我们敦促特朗普总统和他的政府把西藏问题列为其优先考虑的事项，以及要任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并与尊者达赖喇嘛见面。由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导人南希·佩洛西率领的两党派代表团于5月9号至10号举行了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藏人行政中央全体公务员以及流亡藏人民众等出席了对来访代表团举行的欢迎活动。此外，在国际支持西藏网络的组织下，欧洲地区支持西藏问题会议于本月5号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开幕。多名拉脱维亚国会议员和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国际深远西藏团体联络官等出席了会议。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是制定实际战略合作计划，加强各远藏团体间的互动与交流，为藏人行政中央2017年战略和行动计划制定基础，同时通过网络协作建设能力，加强西藏宣传力度。接下来请看藏人行政中央驻外办事处的最新消息。5月13号，在巴西西藏之家的组织下，在当地圣保罗成功举办了一场有关感情平衡的研讨会。该研讨会邀请了著名心理学家和情感研究员、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奥瑟中心综合医学研究学者伊娃·艾克曼博士。艾克曼博士向与会者就有关培养情感平衡等方面发表了演讲。研讨会主办方巴西西藏之家为实现对尊者达赖喇嘛关于促进世俗教育伦理观念而举办了这一研讨会。当天有100多名专业人员和学生参加。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星期五再会，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晚安。